来看有55个国内民众哦，伫泰缅边境的诈骗园区涉诈欺犯罪，早起是互送返来台湾。警方指出讲，其中有25个人哦，伊本身就是因为刑案互通缉，另外30个人是互骗出国，还是讲主动去做诈骗，这个需要调查。杜宝提经对大规模戒备，将大批国人为东南亚接回台湾，车七透早到机场了后，马上被带到刑事局。去诈骗园区是自愿还是非自愿的？等下台湾的50个人伫泰缅边境诈骗园区涉嫌做诈欺的犯罪，警方调查有25个人伫台湾砍下刑案，早就被通缉。另外，剩的30人是被骗出国，假做被害者也是主观做诈骗，还搁等后续调查清楚。即便是有受困的情形，我们会去了解他是人口贩运的被害人情形做鉴别，但是有做不法的活动的部分，我们也会去落实的去做侦办。这摆用带人返来，全是因为缅甸政府在国际压力之下，总算积极打砸，园区陆续放人。暗过实际还有60个人依然调伫当地，甚至被遣送中国，警方的掌握有难度，敢若相对被动得到救赎。台湾的机场有没有成功拦下多少人？拦到的大概目前行情就给我资料拦到个8、9位，被告都个别了，但是敢袂收少哈？非团的无啦。面对跨境诈欺的问题，因为台湾的国际关系甲各国的司法合作逐步艰难困境，除了继续强化非官方的执法合作，警方也在机场拿查。今年到4月，动来被害者将近10人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